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12月2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8篇，箴言第4章第7节到15节，使徒行传第7章59节到第8章的第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珍惜智慧。谋杀其实有好几种不同的形式，最近北捷也是发生这样的问题，或者是说我们说用各种不同的境遇来做比拟。在集权的时代，我们说枪杆子可以出政权，或者说有枪就能够主宰。最近在公共电视播出了一个中国在64天安门事件当中，有一位不想成为历史罪人的将军，他受审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形其实在台湾过去戒严时期也是存在的。当时因为戒严，因此就有了一党当政，不允许其他任何政治倾向或是其他的政党的存在。因此当时候只要是反执政党的人士，一律被称为党外人士。只要有他们的党外的集结呢，就会抗议活动呢，军中就会发布命令，就是讲到党外叛乱分子集结活动这样的从词。这些比较特殊的重要的单位，例如港湾或是山区特别是在台北市周边各个交通要道，军事的后勤，特别是在弹药补给库，都会收到命令，一旦营区受到骚扰、疑似侵入的迹象，就可以开枪，借以阻止任何的危机。这种命令就像什么？就像电影那个007那个杀人执照一样。那这种执照到底要不要执行呢？这需要有智慧，也要有胆量不是因为考虑权贵。箴言第4章第7节到15节，追求智慧是最切要的事，要用你所有的一切来换取见识。喜爱智慧，智慧就会使你成功；珍惜智慧，智慧就使你尊荣。智慧将会是你头上光荣的华冠。年轻人听我说，你若遵守我的话，就会延年益寿。我已经把智慧的道路教导你，带领你走上人生正确的途径。如果你明智的遵守，行走的时候就不至于跌倒。要牢牢记住你所学习的，你受的教育等于是你的生命。坏人走的路你不要走，邪恶者的榜样你不要学。要躲避邪恶，不要跟从，只管走你的路，拒绝同流合污。拒绝同流合污，拒绝成为谋杀的同谋，这是追求智慧者的一个选项新约使徒行传记载了第一位殉道的殉道者司提反，他当时候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还未认识耶稣基督的扫罗，他就在一旁，并且为了这一场公开谋杀来还清。即便他不是凶手，不是帮手，至少他也成为了所谓的教唆杀人等级了。使徒行传第7章59节到第8章的第8节，司提反在石头纷纷袭击之下，向主呼求说：主耶稣求你接纳我的灵魂。他又跪下大声喊说：主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说完这话，他就死了。杀害司提反这件事，扫罗也是赞同的。第8章第1节，
从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极残酷的迫害，使徒以外所有的信徒都分散到犹太、撒玛利亚各地去。那些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并且为他大声哀哭。这时候扫罗进行摧残教会的工作，他挨家挨户搜捕男女信徒，把他们关进牢里。那些分散到的信徒到各地传福音，腓利到了撒玛利亚去，向当地的人宣讲基督的事。群众都聚精会神地听腓利所说的话，他们一边听一边观看他所行的神迹。许多人被污灵附着，那些污灵大声呼叫，就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一些是瘫痪的、跛脚的，也都获得医治。撒玛利亚城里充满了喜乐，许多傲慢、无知、愚昧都会成为帮凶，无论是针对人或是文化，或是智慧财产，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成为了帮凶。要懂得追求上帝的智慧，尊重，特别是要看重他人的价值。诗篇148篇，要赞美上主，你们要从天上颂赞上主，要在高天颂赞他，他的众天使啊，你们要颂赞他，他的众天君啊，你们要颂赞他，太阳啊，月亮啊，要颂赞他，闪耀的星辰啊，要颂赞他，天上的诸天啊，要颂赞他，天上的众水啊，要颂赞他。愿万象颂赞上主的名，他一命令一切造成各有固定的位置，永不改变。他的命令谁都不能够违背。海怪啊，深渊啊，闪电、冰雹、雪和云雾啊，遵行命令的大风啊，要从地上颂赞上主。大山、小山啊，果树、森林啊，野兽、牲畜啊，昆虫、飞禽啊，你们都要颂赞他。君王啊，万民啊，公侯啊，一切掌权者啊，少年人啊，少女啊，老年人啊，孩童啊，你们都要颂赞他。愿他们都颂赞上主的名，唯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超越天地。他使他的子民强盛，因此他忠贞的子民以色列，所有亲爱的子民都要颂赞他，要赞美上主。恳求慈爱怜悯的上帝帮助我们追求智慧，不要成为恶者的同伴，让我们能够成为尊重别人、看重别人价值的主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